第一場比賽，紅方何國生，藍方樊正邦。第一個比賽，師傅已經喺度啦。打得。攞咗聲傳1-1。打散啦，打長啲打先。跳，打得。係。Preparation。好射，有。3分。4比0，好緊張啊！好叻女啊，羅怡之比2已經係好速度。Yes。好多分對打新。而家已經去到。可唔可以速度快啲？呢個澳門嘅選手，我話俾你講。紅方得勝。叻女。